哦。嗯。去食粥啦，来去食粥啦。长官好，长官好。就是尽量啦吼，尽量教育啦吼，袂当迄少年的咱自己管袂行，伊也无可能，你见咱像安尼，结果我亲像安尼上袂去，你捌啥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也甲讲的啦，上面的冤家安尼，这少年仔，你也讲的无欢喜啊嘞。是啊，所以讲，无法度啦吼，时代吼，这就是社会咧变。时代咧变，啊，咱就是讲会爱用迄种教育的方式安尼啦。当然，咱莫公办，但是嘛，莫伤过头安尼。好来，今后。